爱美是人的天性，有时候在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样子明明看起来还不错，可是拿起相机一拍，怎么那么丑啊？先要知道哪个才是你真实的样子，那就必须先了解为什么镜子里的你比较好看，而照片看起来比较差的原因。第一，重复曝光效应。重复曝光效应是一种心理学现象，它指的是人们会单纯因为自己熟悉某个事物而产生好感。这一个效果也被称作熟悉定律。就比如说有一个人，他出现在你的眼前的次数越多，你自己就会越容易产生偏好和喜欢的感觉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身边的朋友，又或是一些自己喜欢的 YouTuber 吧。是不是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，感觉他们的样子可能就一般般或普通啊？但是长时间的接触后，就会有一种感觉，其实他还长得蛮帅或蛮正的嘛。所以常照镜子的你也就会有这种重复曝光效应啦。那照片不也是熟悉的自己吗？为什么反而也觉得丑呢？好，如果大家现在在镜子面前就知道，镜子是左右相反的，而绝大多数人的脸都是左右不平均的。当然包括许多好看的明星也都是这样。习惯于镜子的你，当然对左右颠倒的你，是不是就感到有一些说不出的陌生感呢？第二，动脸效应。大家一般在照镜子的时候，不可能是完全静止不动的吧？但照片则是只要按下快门，你的样子就被冻住、定住了。而所谓动脸效应，简单的来说，就是动态的脸会比静态的脸还要好看的一个效应。原因是人在辨识人脸的时候，一般习惯看动态脸，这个不难想象吧？一般真人没有可能一动也不动的和你说话吧？所以看镜子里动态的脸会显得更自然熟悉，反而照片里的静态脸就没那么熟悉啦。第三，关注点。美国著名教授心理学家 Albert Mehrabian 在1967年论文里提到，有3个元素影响我们好感度的偏差：谈话时7%的用词内容，38%的声音表达，55%的肢体语言。也就是说，人的关注点并不是单一的。人在照镜子的时候，往往都想看自己好看的部分，在镜子面前能自由的摆动，哪个角度好看就摆哪个姿势的角度。而照片就没办法这样随心所欲的切换角度了，在哪个角度按下快门，那个角度就是你留在世上的样貌了，哪怕是这样、这样和这样。原来镜子好看的原因关系到这么多心理学哦，那就表示相片里的丑样比较真实哦。当然不一定，大家还要知道照相本身也会让人变丑的一些因素哦。相机的拍摄变化。首先，相机和镜子最大的差别在于，镜子是平面镜，相机是凸面镜和凹面镜的组合。这些曲面镜会随着拍摄距离而产生畸变，相片会随着像素的提高，也会把脸上的小瑕疵显得一清二楚。另外，有拍摄经验的朋友也有发现，光线和角度也很重要吧？所有这些拍摄的变数都会影响到照片的真实性，所以有时朋友说你把它拍丑了，的确是有可能的哦。那到底哪个才是自己真实的样子啊？说到底，照片的不稳定因素比起镜子来的太多了，角度、光线、距离、拍摄技巧，还要加上现在有美颜相机的功能，所以我认为镜子里的样子还是比较接近真实的样子的。如果有人说你照片比本人还好看，那就要看看自己是否修图修太多了吧。